目前咱在台湾有270多间邮局，拜六的时阵要是照常的营业，也就是讲拜六邮局的员工要是爱照常来轮班。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讲，有8成的员工拢希望拜六的时阵会当休困，嘛按算劳动节时阵会去街路来表达因相关的诉求。不过中华邮政公司表示，这是为着要服务一般上班的民众，互因会当利用休困日来办代志。部分上班的人可能会利用拜六到邮局办理业务，也毋过根据中华邮政工会做内部调查，有大概8成的员工拢希望拜六莫上班，也毋过中华邮政却一直拢无做调整。礼拜六希望同仁来出勤，但是出勤的结果是有赚钱的吗？还是出勤的结果还是赔钱的？休息日出勤，你就是要给予加班费，但是公司有时候就是为了要节省这些费用，可能就会希望说同仁能够换补休。目前中华邮政伫全台有1296间邮局，其中有275间邮局拜六照常营业。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表示，银行早就实施一礼拜休2日，也毋过中华邮政煞有部分邮局拜六犹原爱上班，而且至少爱到下昼5点，甲一般银行无法度比。另外，因为员工爱轮拜六上班4点钟会当看作是加班，会当领1.33倍，还是1.67倍的加班费。也毋过真侪员工反映，即会当选择补休，加班费未输设计。中华邮政回应，拜六主要是服务一般上班民众，利用假日来办业务，佮会当疏解窗口平日中昼的尖峰作业。客户呢，在周休2日呢，都还是有希望邮局提供服务的一个需求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这个普及服务呢，所以呢，提供了周六上午275家的营业场所，一样是有维持营业。台湾邮政产业工会表示，有计劳动节迄日会行就开道提出拜六停止上班，甲绩效奖金参应收脱高，比照经济部照顾国营企业员工等5大诉求，即5万公司会听基层员工的心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